叫怡芳啦。你啦啦队咧，大家拢叫我翠暖，你们敢知影为虾米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英文名叫做 Trina，翠暖就安尼来的啦。我咧自细汉就是学跳舞，甲大汉的。啦啦队是我历史夜帮孝守一世人的工课。恁看迄种啦啦队，拢是生后水水，身材足好，脸泡也熟，尻川搁顶扣扣的迄种。毋过别人看到我就叫我小兄弟。我妈就讲，枉费我甲你生甲遮水着，行路遮粗鲁，敢若一个查甫人咧。小兄弟，你过关啊，小兄弟！翠暖，过关啦！过关你啊！不是拢有跳迄什么三信舞，拢有三信舞。师兄，你是老人哦，三正五已经过安尼。啊，无你跳啥物？你嘛是吹喇叭的。老师 music。哈？啥好诶？这个人是平常时啦啦队跳袂煞，来这跳规吹喇叭，重点是伊的表情。就是安尼啦。哦，啥物拢会晓呢？鼓嘴啊呢，啊放足开的呢吼。